被他所惑困，咁微妙我心靈更新。耶穌他只是凡人，因何令我心靈堅穩？何人被他所惑困？心靈內似春雷震撼。耶穌他只是凡人，竟然令世界變更。聽他每一句話，能帶有大能力。我默然地想，默想那每一句話。何人他敢於面對？他行事卻出塵脫俗。耶穌他只是凡人，竟然為我紓懷解困。耶穌